係一個唔使1000萬就可以買到一個4房1套連一個工人房嘅單位。咁啊呢個單位咧就係 YOHO Midtown，咁啊佢嘅實用面積咧就係938尺。咁啊業主依家嘅價錢咧係大概1000萬嘅啫。咁啊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可以 DM 我問一問，咁啊會俾翻個最 update 嘅價錢你。咁啊我哋先一齊睇一睇呢一個單位先。大家好啊！我哋今日咧會睇呢個 YOHO Midtown 嘅4房1套加一個工人套房嘅單位。咁呢個單位咧實用面積就係938尺。咁佢個面積咧，佢個客廳嘅面積咧就係長3米，闊5.9米，長3米，闊5.9米。廚房大概係80尺。咁佢個開則咧就係喺客廳同埋入門口嘅右手邊。工人套房嘅空間咧都比較偏大嘅，咁佢入邊咧就可以擺埋乾衣機同洗衣機。4房1套入邊咧有3間都係普通房，呢3間嘅房間咧個面積都係相若嘅，大概係60尺。嚟到主人套房，主人套房唔計廁所同埋窗台咧，大概係140尺，長闊度咧就大概係4.22米乘3米。佢仲預留咗個空間嘅位置咧，係俾你擺放衣櫃，令到你更加一體成型嘅。